唔知你有冇試過日頭明明做到好攰，但係喺晚上瞓喺張床嘅時候，個腦好似唔識停，點樣都瞓唔着。呢個可能同你缺乏咗一種常見嘅礦物質，影響大腦神經有關。究竟係咩嘅礦物質咁神奇？有佢就可以有覺好瞓？今集同大家講下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Myers Talk。踏入2026年，先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每晚有覺好瞓，而每日都能夠精神奕奕咁面對新嘅一日。而如果想每覺瞓得好啦，鎂可能係其中一種人體唔可以缺少嘅礦物質之一。人體本身唔能夠自己製造鎂，而係必須由食物裏面去攝取。鎂喺人體裏面參與300多種嘅化學反應，喺骨骼、新陳代謝同埋肌肉運作中扮演重要嘅角色，而且亦都係神經系統嘅鎮靜劑。咁尤其是對 ADHD 嘅朋友極為重要。研究顯示 ADHD 朋友體內鎂嘅水平比一般人較低，呢個可能同飲食習慣或者係生理吸收有關。佢能夠調節脯氨酸呢一種神經傳導物質，防止大腦過度興奮，有鎮靜同埋專注嘅作用。而如果人體內鎂嘅水平偏低，會加劇 ADHD 症狀，例如係肌肉繃緊、情緒不穩、易發脾氣、坐立不安、專注力下降，又或者喺晚上大腦會停唔到落嚟，而導致失眠。喺我哋平時嘅飲食裏面，有唔少嘅食物都含有豐富嘅鎂，包括係黑朱古力、腰果、杏仁、合桃、南瓜子、黑豆、豆腐、豆漿、全穀物、三文魚、香蕉、牛油果、深綠色蔬菜等等。市面上鎂嘅補充劑有好多類型，而比較常見而且建議用於大腦嘅類型，包括有專幫助睡眠同埋放鬆情緒嘅甘氨酸鎂，同埋改善記憶力、專注力同埋認知功能嘅蘇糖酸鎂。根據美國國家衛生院同埋歐洲食品安全局嘅國際指引標準，成人每日鎂嘅建議攝取量會根據性別同埋年齡略有唔同。如果大家係從天然食物攝取鎂，基本上係冇上限，因為身體會自動排出多餘嘅鎂。不過如果係食補充劑，根據國際標準建議，來自補充劑嘅額外鎂攝取上限通常定喺350 mg， 超過呢個劑量可能會引起腸胃不適，除非有醫生特別處方。另外，市面上嘅補充劑產品喺標籤上寫上鎂嘅分量，往往係化合物總分量，而唔係純鎂嘅分量。所以如果想知道實際鎂嘅含量，就要睇下營養標籤上寫上嘅元素鎂，咁先至能夠真正對應每日建議攝取量嘅標準數字啦。如果喺日常已經食好多含有豐富鎂嘅食物，咁服用補充劑，只係需要補充返剩返落嚟嘅差額分量就已經可以啦。鎂對任何人都重要，而且佢唔能夠取代 ADHD 藥物。如果關注自己所吸收嘅鎂嘅分量足唔足夠，又或者想服用補充劑，咁就先諮詢醫生同埋專業人士嘅意見，而且最好可以從日常飲食當中多攝取鎂，咁就最健康同安全啦。好啦，今集先講到呢度，歡迎大家可以撳 like、comment 同 share， 可以 subscribe 我哋 Let's Talk ADHD 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、IG 同埋 Threads。我哋今集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。